大家好，我係鄺美雲。清代乾隆年間，南昌城有一間點心店，店主李沙庚。最初以貨真價實贏得顧客滿門，但係佢賺錢之後咧就參雜洗假，對顧客亦都怠慢起嚟，生意日漸冷落。有一日，書畫名家鄭板橋嚟到店裏面進餐，李沙庚萬分驚喜，恭請題寫店名。鄭板橋揮毫題定李沙庚點心店6個字，墨寶蒼勁有力，引嚟眾人觀看。但係都係冇人進餐，原嚟心字咧係少咗一點。李沙庚請求補寫呢一點，但係鄭板橋就話啦：冇錯，你以前生意興隆係因為有咗呢一點，而而家你生意清淡就係正正因為少咗呢一點。李沙庚感悟，先至知道經營人生嘅重要。從此之後痛改前非，又一次贏得咗人心，贏得咗市場。各位同學，誠信係我哋生活中非常重要嘅品質，佢意味住誠實同信任。喺學習同生活中，誠信可以幫助我哋建立良好嘅人際關係。無論係喺學校或者係將來我哋步入社會，誠信都係我哋成功嘅基石。